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9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2篇，阿摩司书第6章第8节到14节，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小无领。一个人甲这个无小无领当作是一个讲啉了真爽快的拉伦石仔的水。其实圣经启示录所咧讲的老底嘉教会迄种无领无小，并毋是一种安尼啉了真爽快，颠倒是互人感觉安尼冰白迄种的臭。为什么呢？照圣经启示录的记载老底嘉教会基督徒因的品格有问题啦因为因既然无亲像顶悬的这个热泉的优点，嘛无有另外一边冷泉的优点，却成做这个热泉甲冷泉矿物质蓝做伙混合水，其中这个细菌细胞因为泉水的温度改变来死亡变臭，互人安尼感觉想要来吐安尼基督徒的品格必须爱亲像有烧泉安尼有热心，会当互人得到医疗效果的帮助。若无，就爱亲像冷泉，伊的矿物质会当适合做眼目药来医治人。毋通正做迄个啥物拢毋是，无有特色，无有能力，无愿意帮助人，却互人感觉闻着想要吐的这种品格。这无怪阿摩司书第6章第8节到14节，先知提到着上帝厌恶以色列人的骄傲，上帝将要将这个人来交互因的对敌啦经文安尼讲，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指家己来立誓讲，我厌恶以色列人的骄傲。讨厌因的这个强殿，我要将因的城甲城内一切拢交互对敌。一间厝若要剩10个查甫人，因嘛拢会死。死人会真正来拖新尸去烧的时阵，会拄出来人讲，也有人甲恁做伙也无，伊会应讲无。佮讲毋通出声，毋通提起上主的名，因为上主发出命令，伊会甲大间厝讲水，甲小间厝讲甲水糊糊，马兼会当伫岩石顶悬来奔跑，人兼会当互牛伫海泥来耕作，恁竟然互公平诚做毒菜。互公义的果子诚做苦草，恁才会征服落底巴的人，夸耀讲，愿兼毋是靠家己的气力攻占家庭。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以色列啦，我要兴起一个国攻击恁，因会压制恁，对哈马入口到阿拉巴的山谷，这正是迄个老底嘉教会基督徒的问题啦因甲人混合无共款的宗教，对因去拜偶像无有特色，佮无有上帝呼召的能力，互人去得到利益。因为安尼启示录就讲上帝来厌恶因，甚至想要将因安尼吐出来安尼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你着写配互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讲迄位阿门忠信佮信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的君王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无领无小，我较爱你，看是小还是领。既然你你拉伦烧，毋正小也毋正冷，我特别对我的喙甲你配出去，因为你讲我好业，
因为已经大发财，拢无欠缺。你却毋知你的悲惨、可怜、善者失明，佮赤身裸体。我劝你对我买经过火锻炼的金，通互你好业，佮买白的衫去穿，才免互人看到你烫摕的见笑。嘛要摇过抹你的目睭，互你会看见。我所听的人啊，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着热心，着反悔。你看我已经伫门外伫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我要入去找伊，甲伊做伙食，伊嘛甲我做伙食。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做伙伫我的宝座，亲像我已经得胜，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有耳孔通听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的教会所讲的话。基督徒无论是正做热泉嘛好，还是正做冷泉嘛好，拢必须爱具有这个家己的特色能力，会通互人得到帮赞，得到医治。安尼才会当成做上帝眼中的好仆人。诗篇62篇，我的心神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袂为摇动。恁攻击一个人要到什么时阵？恁亲像伫杀起巧的墙，要倒的墙壁。安尼甲迄个人毁坏，恁斗阵计谋就一直要甲伊对尊严的位请落去。恁爱讲白贼，恁喙祝福，心就做。我的心神啊，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望对你来。只有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光荣伫上帝，伊是我的大石盘，我的避难所。万民啊，着不时倚靠伊，对伊透露恁的心情。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人真正是空虚，会死的人拢是虚假。迄伫天晴会一定会浮起来，因合起来还阁比呼吸的空气较紧。毋通靠暴力，毋通靠抢夺财宝家天，嘛毋通想要靠伊。上帝讲一项，我听到两项。宽容属于上帝，主爱嘛属于上帝。主啊，你要照逐人的所做，甲伊报应。去上帝来帮助阮，毋通骄傲，毋通对人去敬拜其他偶像来离开上帝的道路。求主帮助阮，诚做有路用、忠心的仆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